Love Kit 同來崇拜之 Achiever 第29集，一心順服神心意。今集嘅登場人物有 Janice 姐姐、博士 Dr. K 同埋機仔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ove Kit 同來崇拜，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崇拜，就等我哋喺崇拜之前一齊向神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讚美你，讓主耶穌成為我哋學習順服嘅榜樣。聖經話，故此你們要順服神，務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。只要我哋順服你，就可以勝過罪嘅引誘。我哋要嚟讚頌你嘅保護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小朋友，主耶穌準備要進入耶路撒冷，你估下主耶穌會點樣進入耶路撒冷？人們又會點樣迎接佢？我哋一齊進入聖經課，了解更多啦。順服作工的僕人。博士，主耶穌好多次向門徒講，佢即將要被殺啊！係啊，主耶穌曾經3次向門徒預言，因為佢要完成拯救罪人嘅工作，佢順服天父嘅旨意，一步一步咁樣走近耶路撒冷。真係令人好難過啊！當時佢哋去到伯法其同伯大尼，嚟到橄欖山嗰度，主耶穌就對2個門徒咁講：你哋去到對面嘅村，一入去就會見到一隻驢仔綁喺嗰度，係冇人騎過嘅，就將佢解開牽過嚟。呢隻驢仔係邊個嘅呢？老師，佢用嚟做乜嘢啊？如果有人問你哋點解要咁樣做，你哋就話主需要用佢，而且好快就會送翻嚟呢一度。老師，我哋而家就去。呢度應該就係我哋要揾嘅地方啦。但係主所講嘅嗰隻驢仔喺邊度呢？你睇下，嗰邊有一班人企喺度啊！睇真啲，佢哋身邊啱啱有一隻驢仔綁喺門外嘅街上喎。我哋過去將佢解開，帶去老師嗰度啦。喂，你哋點解要解開佢啊？哦，係因為主要用佢啊！我哋會好快將佢送翻嚟呢一度嘅。原來係咁，好啦，你哋領佢去啦。我哋帶佢去啦，真係奇妙啊！而家發生嘅事就好似老師所講嘅一模一樣啊！係啊，我哋快啲翻去老師嗰度啦！真係奇妙啊！呢隻驢仔冇俾人騎過，但係就專為主預備，因為佢將要擔任一個好神聖嘅任務，就係要做主耶穌嘅坐騎。主耶穌騎住佢進入耶路撒冷。我哋將隻驢仔帶去老師嗰度啦。呢隻驢仔從來冇人騎過，但係佢好順服喎。等我將自己嘅衫搭喺驢仔嘅身上，先至俾老師騎上去。你嘅主意好好啊，我都要照做。你哋睇下，老師騎喺驢仔上面，街上啊，仲有好多人將啲衫鋪喺路上面啊，仲有人啦喺田野裏邊斬咗啲樹枝鋪喺路上邊。哇，咁係表示佢哋歡迎老師，同埋對老師致敬啊！和散那，奉主命嚟嘅係應當稱頌噶。嗰個將要嚟嘅，我哋祖先大衛嘅國係應當稱頌噶。高天之上，當唱和散那，和散那，奉主命嚟嘅係應當稱頌嘅。和散那，奉主命嚟嘅係應當稱頌噶。佢哋仲大聲歡呼啊！佢哋手裏邊揸住樹枝，一邊揮舞一邊呼喊啊！老師就好似君王一樣，受到眾人嘅歡呼，好有氣派啊！冇諗過啲人會咁樣歡迎主耶穌，但係作為君王，唔係應該騎馬更加合適咩？
國王只有戰爭嘅時候先騎馬，平時係騎驢嘅，而且咁樣係要應驗先知嘅預言。佢哋要嚟嘅救主，並唔係猶太人心中所想嘅君王。主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，正係表達佢嘅謙和同埋慈愛。主耶穌係偉大嘅君王，佢肯用驢仔，我都願意成為順服主耶穌嘅驢仔。小朋友，主耶穌係謙和同埋慈愛嘅君王，佢好願意嚟到我哋中間，我哋又要點樣歡迎佢呢？多謝博士 Dr. K 同埋基仔。主耶穌曾經3次向門徒預言，佢要完成拯救罪人嘅工作。主耶穌信服神嘅旨意，一步步咁走近耶路撒冷，應驗咗先知嘅預言啊！現在我哋一齊讀撒迦利亞書9章9節下。看啊，你的王來到你這裏，他是公義的，並且施行拯救，謙謙和和的騎着驢，就是騎着驢的駒子。撒迦利亞書9章9節下。舊約有先知已經預言救主彌賽亞會進入耶路撒冷，佢係要拯救人，佢謙卑咁騎着驢子，就係騎着小驢進城。主耶穌騎着驢子進入耶路撒冷，就係要提醒當時嘅猶太人，佢就係佢哋等候嘅彌賽亞。稍後時間，你需要喺限時之內喺羊群入邊揾出一隻驢。現在先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撒迦利亞書9章9節下。看啊，你的王來到你這裏，他是公義的，並且施行拯救，謙謙和和的騎着驢，就是騎着驢的駒子。撒迦利亞書9章9節下。限時之內，請你喺羊群中揾出一隻驢。你揾到嗎？現在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撒迦利亞書9章9節下。看啊，你的王來到你這裏，他是公義的，並且施行拯救，謙謙和和的騎着驢，就是騎着驢的駒子。撒迦利亞書9章9節下。限時之內揾出一隻驢啊！驢喺呢度啊！現在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撒迦利亞書9章9節下。看啊，你的王來到你這裏，他是公義的，並且施行拯救，謙謙和和的騎着驢，就是騎着驢的駒子。撒迦利亞書9章9節下。主耶穌為我哋留低咗謙卑嘅榜樣，佢凡事都順服神嘅旨意而行。我哋一齊唱順服羔羊，一邊唱一邊提醒自己要順服主耶穌。前路從未怕長。
奔往做順服羔羊。行錯了迷路越街，在你帶領下走進新世界，來替我承受罪責，負重擔替我死背得愛大，感激你愛我，歡笑樂洋洋，前路從未怕長，身心靠近你，不畏懼慌張，共行同成就理想，順服就似羔羊全擺上，不怕犧牲，不怕傷，降服絕對跟隨神方向，沒有污點潔白善良，來吧看似羔羊全擺上，所有都不惜奉上，行善立志跟隨神方向，愉快奔往做順服羔羊。崇拜結束之後，你可以上 lovekid.hk 喺同來崇拜頁面當中下載工作紙，幫助你以輕鬆嘅方式溫習今日聖經課嘅內容。今日嘅崇拜快要結束，就喺結束之前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就等我哋一齊合上手，合埋眼，耷低頭，專心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讓我哋甘願降服喺你嘅大愛之下，讓你嚟管理我哋嘅生命，使我哋一生信服你嘅旨意，為你活出豐盛嘅人生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歡迎繼續收睇片尾彈出嘅最新影片，預訂咗我哋嘅頻道同撳個鐘仔就可以接收新片通知㗎喇。